有一次咧，楊女士問我：醫生，點解我會變成咁？我答佢：產後抑鬱嘅發病率喺15%到20%之間。有啲人早喺懷孕期間就出現症狀，只係冇被察覺，情緒低落、提唔起勁、注意力低，甚至係對孩子產生疏離，都係典型嘅症狀。佢聽住點點頭，眼神淡淡嘅，好似係墮入一場睇唔見底嘅霧裏。醫生，我已經試過努力啦，但係我就係覺得自己乜都做唔好，佢帶住極深嘅自責。咁呢個唔係你嘅錯嚟嘅。咁我話情緒與精神嘅復原咧係需要時間，而呢段時間咧你需要學識對自己溫柔一啲。1個月之後咧，佢嘅情緒同睡眠咧有所改善。但係嗰日佢再次嚟到診所咧，語氣急促卻低沉。醫生啊，醫生，請你幫我催催社工，我真係照顧唔到我個女啦。我望住佢咧，問你真係下定決心咗咩？佢點點頭，眼中含淚。唔係我唔愛佢，而係我唔能夠。佢仲咁細，我驚自己照顧唔到佢，我實在撐唔落去。咁最終咧，社工咧係為到女兒咧安排咗院舍嘅。咁楊女士堅持咧就唔要寄養家庭咧，因為咧佢驚個女兒咧重蹈自己嘅覆轍嘅。佢話咧自己兒時咧便是喺親戚屋企咧遭受侵害，咁樣個安排或者佢唔係最理想嘅，但係我理解佢嘅恐懼。幾週之後咧，我喺診所門外見到被送進院舍嘅細路，一位護士咧正係抱住佢同我講：醫生，你睇佢幾乖啊！我接過個細路一睇，不禁心中一沉。孩子不哭不鬧，眼神空洞，只係低住頭吸住手指，對外界毫無反應。我知道呢個唔係乖，呢個係依賴性抑鬱 （analytic depression）。往後嘅互動裡面，我觀察到佢呈現出迴避型依附傾向。佢同母親互動冷淡，母親離開房間嘅時候，佢冇任何反應。佢對玩具唔感興趣，只係不斷將佢哋塞咗啲褲袋，如同將世界隱藏起嚟，換一種方式緊握。咁我試圖對楊女士話咧：楊女士，女兒需要嘅唔止係餵奶同沖涼，佢需要你嘅眼神、你嘅聲音、你嘅在場。佢話：我驚我連自己都照顧唔到，我點照顧佢啊？喺深入了解楊女士嘅背景之後咧，我明白咗佢內心深處嘅恐懼與矛盾。楊女士嘅父親曾經對佢施加長期嘅性虐待，嗰段不堪回首嘅過往成為佢內心揮之不去嘅陰影。佢經常出現解離嘅狀況，感到周圍環境陌生，自己同外界隔絕，活在一個平衡時空。楊女士，你嘅痛苦係可以被理解嘅，但係呢個並唔係你嘅錯。我相信你唔係唔想照顧細路仔，而係唔能夠。我對佢講，咁揭示咗依附關係嘅力量與脆弱。父母嘅愛咧，可能係孩子最強大嘅支柱。但係當父母自身背負住沉重嘅創傷嘅時候咧，呢份愛咧，亦都可能變成一把雙刃劍。作為醫生咧，我希望咧，能夠陪伴楊女士走出內心嘅陰影，同時咧努力咧為個女咧創造一個更加穩定、安全嘅成長環境。2011年咧，周輝再度出現，多年未聯絡嘅佢突然來電，聲音咧仍然係當年嗰般柔和，話想重新開始。嗰個時嘅楊女士咧，身心俱疲咧，仲係掙扎於一個人嘅生活與病後嘅餘波入邊。佢冇諗過幸福，只求有人能夠同自己共度日子裏邊嘅風雨。咁於是咧，佢再一次選擇咗佢，亦都再一次選擇咗一段咧係早已破裂嘅關係。次年咧，楊女士就將4歲嘅女咧從院舍接翻嚟啦，母女團聚。佢靠綜援為生，勉強撐起一個無根嘅家。生活雖然困迫，但係佢以為咁就係重新開始，只係呢個開始其實係悲劇嘅伏線。